咱的小署长吴秀梅已经做7年啊，按算6月底就要落任。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宣布新的署长要交予中国医药大学医药学院的院长曾成凤来做。食药署吴前署长在过去7年，也在工作岗位上让我们看到他的专业跟尽职。希望新的署长也一样的积极负起这样的责任，为我们的食安药品管理多尽一份的心力。很多历届的署长被换下来，都是因为食安的问题。吴秀梅署长被换下来，跟食安的问题也是有关联。所以未来新的署长在台湾的食安问题、跟切药的问题、药品的管理、药品品质的控管，都要非常的用心。药师公会理事长黄金顺表示，新的小署长曾成凤长期拢伫咧学界，未来要做署长，除了爱处理药的问题，食安问题恐惊嘛真歹解决，搁再加上即马当咧欠缺，这项项拢是大挑战。